过来消息，过来看桃园市的环保局去年启用 AI 环境污染辨识系统来掠污染哦，到今年的4月，嘛已经处罚1400多万咯。也毋过哦，这套 AI 系统哦，大约有2成会订单。议员是要求讲，应该爱综合检查来避免造成困扰。用 AI 来辨识水的色水，即是监控水污染的排放源。24点钟监测工厂延宕排放的情形。赛车的人甲粪扫为窗仔门吸出来，嘛会去由科技执法来采罚。桃园市环保局去年元旦头一个启用 AI 环境污染辨识系统，到今年4月份采罚违规的案件，金额已经有1400万。在龟山区南凯溪上游，经常有工厂趁着下大雨的时候排放污水，也希望 AI 系统能够加强这个辨识率，要找出问题，修正系统，增强正确性，这个才是 AI 执法的效能所在。不要为了 AI 而 AI。AI 系统掠污染准确度差不多8成，嘛代表2成会顶打起。议员认为讲，任何形式的科技执法，第一要紧是要减轻人力的负担。提高执法的效能，订单的量若济，电脑爱真正复杂，工作量可能电脑增加。环保局回应讲，虽然需要人工来确认，不过每一件客载的时间会当省半点钟以上。平均呢可以节省我们的稽查时间30到15分钟，所以我们的稽查效率呢可以提升大概55%。桃园每一年超过2万件环保定情的案件，不过敢若有40个客载人员，平均一个人爱负责超过500件。环保局推出 AI 掠污染，提高客载的效率。针对订单期的部分，会阁把相关的影像回归到 AI 服务器系统，透过影像继续学习，会当提高辨识的准确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